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你了解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3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我们先看房企的消息，这个万达现在又进入多事之秋12月31号，财联社报道说就融创中国对万达95亿仲裁案，万达方面再度作出回应。万达内部人士表示此案审理过程中，融创申请冻结了万达及相关公司股权，相关股权冻结对万达600亿权重组形成影响。其进一步称万达希望能够尽快取得仲裁结果，解除相关冻结，以保障自身合法权益。万达方面对仲裁结果持乐观态度。这什么意思呢？给人感觉万达方面的回应也就是说，我现在正在叫自救，正是关键的时候，有个600亿股权重组现在正在推进中。结果融创一仲裁他申请了叫诉前保全，先行对万达的相关资产股权进行查封，结果一查封你就不能动所以这个就会影响到万达的这个600亿股权重组给我感觉有点像是万达要讹上这个融创。你想如果这个仲裁融创输了，因为这个仲裁可长可短，融创如果输了，到时候万达他这个600亿股权重组失败，那人家恐怕还是让融创赔钱呢，就是你捣乱搞得我这个重组失败，导致万达破产。这个山寨这都是暗藏杀机当年那融创就是万达的小甜甜，现在呢也就变成了牛夫人了，要兵戎相见。这个万达现在也是流年不利不仅遭到永辉超市还有什么苏宁这个起诉，过去的好朋友合作伙伴纷纷都在起诉他。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12月25日，万达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新增一条股权冻结信息，股权被执行的企业为贵阳云岩万达实业有限公司，冻结股权数额1亿元人民币。公示信息显示冻结期限自2024年12月25日至2027年12月24日，执行法院为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这叫屋漏偏逢连夜雨我们再看看这个融创融创日子那是更难过因为融创它已经爆过雷了，对吧？它也在自救之中天眼风险信息显示，融创集团等新增7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合计1.87亿余元。截至目前，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现存270余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438亿元。此外，该公司还存在多条限制消费令、失信被执行人和中本案件信息。从这儿大家有没有看见一个债务链条，对吧？万达据称万达欠融创的钱，融创欠其他的人的钱，对吧？其他的债主把融创给查封了，融创也去查封起诉万达，这个债务链条，对吧？它的延伸恐怕层级非常多影响范围之广，恐怕是难以估量。宝能集团及聚盛华被强制执行36.9亿，相关数据显示宝能集团当前面临150余条被执行记录，被执行总金额已突破476亿，这都是债我们再看看这个碧桂园，最近几天碧桂园出售长兴科技股权，居然有人接手了这个以20亿元人民币出售长兴科技约1.5%的股权，给了谁呢？给了合肥的国资委。碧桂园预计此次出售事项将获利1900万元，也就是它现金流增加5900万，这还是不错的。碧桂园指所得资金主要用于保交房等项目，也就是碧桂园现在在卖它的优质资产，只要你愿意买的，只要能卖得掉的它都卖，回笼资金用于保交楼，就是用于自救同样的这个花样年也在出售项目。花样年公告公司将出售4成项目公司股权，作价1600万元。项目公司持有扬州市广陵区住宅发展项目，已预售285个单位。由于集团及合营企业伙伴出现流动资金问题，项目开发工作已经暂停，并被政府列入保交楼项目清单，也就是花样年被迫把这个项目要卖掉。预计这个项目出售以后花样年省2277万，不卖也不行因为涉及到保交楼，要么你掏钱，要么你把项目让出来。这是房企的消息。我们再看看财经网报道说2024年全年土地成交缩量近2成，行业进入去库存新周期。这是财经网报道他说楼市尚未出现根本性好转，房企拿地延续谨慎心态。2024年全国土地出让继续缩量。据市场机构中国指数研究院统计，截至12月29日，国内300城各类用地成交规模见面合计约13.8亿平
平米，同比下降16%。不同机构统计口径不一，最终得出的数据略有不同。另一家市场机构克尔瑞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12月20日，国内300城地成交建面约 10.3亿平方米，同比下降17%。克尔瑞预计全年土地成交量同比下降约17%至11亿平方米。按照克尔瑞研究中心数据，在2012年至2021年房地产向好时期，国内300城每年土地成交建面基本保持在20亿平方米以上。2021年3季度以来，房地产流动性危机爆发，恰逢楼市销售持续低迷，开发商走到生死关头，纷纷收紧投资，流动性取代土储成为其生命线。楼市高速增长的时候，储备土地是房企这个扩张利器，但是在楼市低迷，对吧？楼价下行的时候，保留现金成了房企保命的措施。也就是说2024年全国这个土地按照他们的统计，那少卖了2成。我们不用管别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各个地方政府就是土地财政这就像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家庭一样，你本来你的收入和支出都是安排好的，对吧？今年要花多少钱呢？孩子教育、吃饭、买车或者是按揭贷款，对吧？你都算好了，基本上就这么多钱，今年的开支然后今年的收入呢，对吧？那就是夫妻俩的工资或者是兼职，对吧？外快或者是做生意赚了点钱，或者是买股票投资赚钱，收入和开支它是平衡的。那政府也一样每年开人大会议，那不得要做预算吗？今年花多少钱？结果收入少了一大块，意味着什么？大家就懂了。你夫妻俩有一个下岗了，本来这个年初这个计划挺好的，大家觉得日子过得还不错，结果突然有一个人下岗，你说面临什么问题？政府也一样，突然少了一大块收入，就土地财政少20%，那你是造成这个缺口怎么补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出现你看环卫工人工资发不了，老师工资发不了，降薪，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了，对吧？给你保6征8，给你发6个月的，争取发8个月，是不是各个地方都出现这个现象，对吧？就是地少卖了，土地卖不动。2023年本来土地就少卖了，2022年土地也少卖了，2023年比2022年还少，2024年比2023年还要少。这就是为什么最后这个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不就这么造成的吗？但是你看政府跟家庭是一样的，它的开支是很难压缩一个家庭的开支也很难压缩。你按揭贷款你怎么压缩那都是刚性的，你能压缩的无非就是少买衣服，少买点好吃的，少下馆，你孩子的学费这个辅导班的费用你还得交。所以你看你开支基本上是刚性的，你能压缩的就是勒紧裤腰带，那能省多少钱？省不了多少钱。所以当恒大暴雷的时候，我就说这个政府公务员苦日子来了，这很简单，它就这么简单，对吧？因为你恒大一暴雷，大家不敢买房子，大家不买房子，开发商盖的房子卖不掉，他就不会去买地，开发商不买地，政府地卖不掉，政府就没钱，就这么简单，对吧？这个都不需要什么高深的道理。那有人就说了，明年会不会好一点呢？怎么可能呢？明年难道土地就能卖得掉吗？明年韭菜就要买房了吗？现在你看看所有的民企开发商都在渡劫，现在年底有一些国企开发商、央企在到处拿地，这个是个个例，因为国企、央企拿地，这里面猫腻很多民企拿地那才是真正的拿地，因为民企拿了地，你必须把它开发完卖给韭菜，对吧？你才能完成这个循环。你央企、国企拿地，实在不行，到时候政府也把它再买回去，双方政府和央企之间刷单刷着玩，有什么关系？互相送业绩，对吧？双赢政府把地卖给开发商、央企，这是赢一回，对吧？说明这个咱们的楼市低迷的状况过去了。你看有开发商积极拿地，甚至还抢地，等到开发商玩不下去了，对吧？国企、央企没钱，这政府得发债然后再把那个央企、国企的地再给它买回来，这不就变成政府收储吗？这不又是响应政策吗？你看又赢一回，这赢2。等到这个央企、国企的喘过气来了缓过来了，他再去政府那边地买回来，你还能把它怎么着？现在外面有传言但这个都是小作文，大家姑且听之不一定是真的。说很多地方银行专门给公务员低息贷款，利息低到什么程度呢？说1.1%，就一年你的利息1.1%，贷款的上限是100万，根据你的级别，那最高的可能能贷100万，也就是你贷了100万，一年只要给1万1的利息。还有人说这100万是指一家银行，就是比如你在工行能贷100万，然后你到建行还能贷100万，都是这种1.1%的利息。我在想为什么让公务员贷款呢？就是刚才说的，公务员不是工资发不下来吗？对吧？公务员保6征8，公务员他也是人，他也过日子，他也有按揭贷款要还，他买了车说不定也是有车贷要还，说他也有小孩上学也要花钱，结果你说他工资是发半年的或者发3个月的，他怎么弄他也要暴雷。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应急之举对吧？你这公务员你可以去银行贷款，给你最低的利息1.1%，你先渡过难关。政府欠公务员工资，公务员欠银行贷款。还有地方在传言又是传言，说这公务员工资要涨。有人说了，这公务员因为吃财政饭的这人至少有5000万，有人说是7000万，不管多少万吧，反正人不少。说给这些人加工资实际上为了促进消费，刺激他们，增加
加的庆幸啊，工资还要涨，但这都是传言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地方工资都发不出来，那怎么涨？涨也是欠着，这个很不靠谱。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懂，中国人叫不患寡而患不均。现在大家都穷，对未来预期都不好。一看国企、央企、公务员，他们工资也在降，他们工资也朝夕不保，朝不保夕啊。是不是很多人心里就平静了，就平衡了？觉得自己苦也不算什么。你看人家对吧？当官他也工资发不了，这叫不患寡而患不均呢。如果你说社会上这么多人都没有工作，对未来预期不好，收入下降，结果你公务员工资还在逆行，叫什么逆风飞扬，还要涨，这个我认为可能性非常。你看看那金融行业，不就是因为别的行业工资都低，都在降薪，结果金融行业动不动年薪100万，所以给他打下来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公务员还加薪呢？那不是招人嫉妒吗？招恨吗？那不是激化矛盾吗？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啊，就是公务员加薪，那纯粹是因为公务员的工资太低，给他加一下之后呢，把你原来的那灰色收入啊给你卡掉了。实际上公务员拿到手的还是少了。什么灰色收入呢？就是什么部门的奖励啊，什么这个奖那个奖啊，小金库发的奖啊，统统给你卡掉。表面上看你的工资涨了一点，实际上你的收入下降，对吧？这叫民生安降，这是有可能。说来说去啊，都是因为土地卖不掉导致的。土地卖不掉还是韭菜不买房导致，对吧？韭菜不买房还是因为韭菜收入低。你看看绕来绕去还是韭菜没钱，韭菜收入低导致这个链条断了。我看网上有网友说啊，上海的黄浦区2024年全年网签2461套，套均单价约18万元每平米，套均总价高达4420万。就是2024年上海的一个黄浦区就卖了1000亿的房子，这了得啊！怪不得上海的新房价格在涨，怪不得上海是日光盘。这黄浦区一共就卖了2400套房，每套房子均价将近小5000万，18万每平米。所以你看到的上海的新房均价在涨，恐怕就是这些，对吧？拉高了，把你跟马云放一块算平均收入。今天啊，在网上看到一个 UP 主啊，他拍的惠州海景房的一个现状。大家都知道这个惠州啊，一直是一个就是房地产过剩这么一个代名词，那儿的房价啊直线下降。本来它的规划好像是作为这个深圳的后花园，希望深圳的那工薪族啊，对吧，在惠州买房，然后开车去深圳上班，或者周六周日到惠州去海边啊去吹吹海风度假。但是啊，事与愿违啊，显然没有达到目的。大家看视频。惠州海景房有多绝望？公摊面积将近40%的鸽笼房多次拍卖无人问，花费近100万的房子，现在却只能租到800，让无数炒房客常年唉声叹气，泪流满面。给你3秒钟猜猜这套房子的面积有多少？你肯定想不到，建筑面积高达98平米的一居室，但实际套内面积只有61.94平米，得房率62%。没错，这里就是投资客的墓地，拥有7万套房子的超级滨海空城。惠州碧桂园十里银滩也是无数对海景有向往的冬季躺平旅居胜地，更被戏称为深惠工薪阶级的乐园。因为这里距离深圳才1个小时，最便宜的每平米2000多，是深圳的零头。尤其是取消公摊的热搜一出来，这里的房价再次下降到了冰点。不过我觉得当前不是房价的问题了，而是未来是否会有人接盘。毕竟时代变了，大家也都学聪明了，轻易不会冒险入场。如租海景房的风险，最多就是亏1个月的租金，但买海景房的承担风险。以这套法拍房为例，当年差不多是80万买的，而今年9月份以51.7万的价格拍卖，结果连续多天无人出价，然后10月份降价以41.4万2拍，结果连报名的人都没有，直到11月进行第3次拍卖，足足过去了20多天，仍然没有1个人出价。可饶是如此，由于冬天寒冷周期较短，以及基础配套较为齐全，依旧有不少旅居、躺平、养老等群体被这里吸引，但前提是需要自己会做饭和网购。毕竟十里银滩的整体物价属于半景区价，可乐都要4块钱，随便买点小零食都要大几十，所以不少人都选择网购。十里银滩如果不会做饭，一天至少50块钱，还吃不到什么好的。会用手机就用美团优选或者多多买菜都能给你送到小区楼下，不然就得去旁边的银富市场。猪肉、猪肘价格14，前排梅花骨价格20，京排24，羊肉36，牛腩38，牛肉42，价格我觉得还行，至少比点外卖强多了。以及自己有车，哪怕像我一样有个自行车，虽然说楼下有观光车，但是乘坐一次就要10块起步。至于为什么这么贵，因为你扫共享单车10分钟也要10块钱，实打实的景区价。不过到深圳很方便，线下可以去交通中心，线上可以在京桥巴士买票，25元一张，70多分钟到达深圳。早上6点50到晚上7点10分，10几个班次。如果你想到附近去玩，也可以乘坐公交车。医疗配套，最近的三甲汇雅医院开车40分钟，其他基础配套应有尽有，如快递、药店、理发店、五金店、牙科、手机、电脑、家用电器维修护理。而这一切主要是因为教育配套，除了贝塞斯和十里银滩贵族学校以外，这里还有幼儿园和大亚湾峡冲第2小学，保证了常住的人口基数。值得一提的是，后续我看了中介那里那套被拍卖的同样户型，精装修带家具家电的才22.8万，也是卖了好久都没有客户，可想而知这里的未来该怎么办。这个
个贵州的这房子价格是一降再降，腰斩之后还要涨，价格下降其实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交易，就没人买，对吧？你有诚心卖，没人愿意去买，这是最大的问题，也就是失去了流动性。最近啊，总有网友说啊，比如说成都的房子涨了，确实是啊，从媒体报道中间也说，成都的新房啊价格一直在涨，尤其是这几年全国各地啊房价都在下跌，但是成都是一枝独秀，新房价格这个也不奇怪啊，因为市场被扭曲了。就是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2022年你买的房子新房，成都的房价是一直在涨，你2022年或者2021年买的新房，你现在卖一卖看看你是赚钱了还是赔钱，对吧？你去二手市场打听一下，第一个能不能卖得掉，第二个你要卖掉你的价格是多少？新房的价格是在涨，但是二手房价格在涨，对吧？你去了解一下当地二手房交易量，所以你3年前买的房子你现在卖说不定在赔钱。你不要看它什么新房价格涨，新房价格涨它里面有很多猫腻，就是很多人他不理解这些东西，大家都可以通过宣传通过口径啊给它扭曲一下。比如说吧，2021年那个新房1平米就是1平米，它没有增送面积，房价1万，好，到了2024年它房价涨成1万2，但是啊它1平米啊它给你增送0.2平米，对吧？你买个100平米它送你一个30平的大露台，或者送你一个什么面积它不算在里，表面看房价是涨了，但是总价一算好像也没涨。就这些开发商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让你误以为房价涨，当然了这不是只有这一种情况啊，还有其他情况。所以你要判断房价涨没涨的原因，这个根据啊依据就是你卖房，对吧？你3年前买的房子你现在卖，你中间有没有赚钱？如果赚钱了说明房价涨，如果没赚钱甚至赔钱，那说明房价跌了，这是叫真实情况。过去网红城市杭州也一样，对吧？现在这个炒房啊这风气又来了。最后啊我们再看看啊这个国际大都市郑州啊房地产市场，这个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啊，他说房票实施数月后郑州楼市又现日光盘，就是说日光盘啊不光是上海独有，也不光是深圳才能享受，连国际大都市郑州一样也会有日光盘。我们看看这个第一财经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刚刚过去周末郑州一个新楼盘开盘仅2小时就成了日光盘。12月31日第一财经记者采访获悉，该楼盘名为金头裕发御园，当天共计推出了77套房源，148人参与摇号，结果从开始摇号到选房交钱时间才过去2小时，这些房源就基本售罄了，实现总销售额约2.2亿元。而金头裕发御园也因此成为今年以来郑州出现的为数不多的日光盘。不过在从业20多年的郑州地产人士看来，虽然日光盘的出现确实反映出一些人的购房热情，却不能因此认为郑州楼市正在回暖。该人士说啊，金头裕发御园的出现日光盘主要原因一，其位于郑州3环以内，区位优势和完善配套，以及周边分布有郑州47中总校、文化路一小等中小学的学区房性质。二是此前几个月郑州一直在推进房票置换，新房被大量拆迁，安置户抢购，市场上可供选购的优质改善房源一度稀缺。早在2022年6月，郑州就提出将参考借鉴杭州、温州等地的拆迁安置经验，原则上不再新建安置房，在郑州面向被征收人实施房票买房政策。不过由于当时具体房票细则并未出台，一些开发商担心接收房票后后续兑付可能存在困难，导致房票政策推行并不顺利。直到今年10月22日，伴随着郑州市征收安置项目商品房票安置实施办法出台，拆迁安置户获得房票可在全市通用，而开发商接收的房票也有了可保障的资金兑付渠道后，郑州楼市开始因房票突然爆发。其中郑州航空港区在实施房票补贴后，当地一个楼盘就从开盘时的惨淡，几天内先后迎来2300组客户，最终销售1000多套新房，销售额近8亿元。位于郑州市北4环附近的郑商嘉禾宽进，犹如开盘时正赶上房地产低潮，销售一度不温不火，但在郑州房票实施后不久，就对外挂出了房源已售罄，无房可售的通知，并最终凭借儋州新房销量145套，一跃成为郑州、儋州销量亚军。说记者初步统计发现啊，这些参与房票购房的项目几乎占到了整个郑州新盘数量的80%。郑州市住宅市场协会的一份数据显示，在房票实施后次月，即2024年11月，郑州新房当月销量已高达9350套，相当于年初单月销量2
倍。上海易居研究院副院长表示，除房票外，今年郑州在房地产领域出台的存量房以旧换新、收储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等一系列楼市政策，也为楼市去库存提供了助力。实际上，目前已经出台或正在推进房票政策的城市，除了郑州，还包括上海、温州、广州、青岛、南京、合肥等40多个城市。其中，武汉市经开区就曾通过推行房票安置，为该区一个城中村筹集了5000多套待售新房，并协调首批回迁居民，从中选定4279套房源。扬州市江都区也曾发布信息称，2024年10月，该区商品房成交面积3.37万平方米，同比上升115%，销售额2.94亿，同比上升86%。这主要得益于该区超腾仓期项目房票安置工作的启动。专家分析说虽然房票确实促进了地产去库存，但也应该看到一些城市在实施房票安置过程中，也出现过开发商悄然展可供房票兑换的专项资金有限、热销楼盘应对房票兑换态度消极等现象。因此，地方政府在推进房票过程中，应注意各方利益的平衡，着眼于城市长远发展，形成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才能更好推动政策的落地落实。现在还在搞房票制度，刚才专家说了，就是你拆迁户你房子被拆掉了，给你房票，但你拿到房票的时候，房票毕竟不是钱按理来说，你给我钱，我拿着这钱我买车好吗？我拿着钱我去一个县城买房，剩下的钱我存银行，我开网约车行吗？对吧？这是我的权。但是推行房票之后有的地方政府或明或暗，或软或硬，就让你选房票。他肯定也有让你选现金的，但是你选现金，你一看肯定不合算。有的地方甚至可能不让你选现金，只有房，对吧？因为房票的不是钱，那你就受制于别人。而这个房子对吧？你能看中的房子肯定是有数的，位置好，学区房等等配套好，人家就开始涨价。本来那些房子在卖的时候，他都在降价，他在搞各种优惠，但是你一看到你是房票安置的，人家就没有优惠了，对吧？各种先涨后降，对吧？这个实际上这个还算小事，就是房票安置中这个都不算什么大事。那房票安置最终是谁买单呢？对吧？你不能一时爽你图现在爽，最终是那个房票谁掏钱？以往房票安置那是等到你那个地方被拆完之后，然后那个地方再重新规划，把土地对吧，容积率提高一点，完了挂牌，把那地卖出，钱不就来了？拿这个钱买的。你现在你看看这个环节是不是断了？就是你把那个拆掉之后，你那个地你还能当住宅用地卖出，谁买买了之后盖完卖给谁所以说随着各个地方搞房票，最终买单是，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把雷往后滚这个更大的雷出来。表面上看我去库存了，因为开发商盖了很多房子没人买，我现在把这旧房子全给它拆掉，拆掉之后你这些人只能去买房，你看不就是去库存了吗？问题是你这个钱谁出？最终是有人买单，所以细思恐极这个往下滚个2年又成一个大雷。地方政府的债是越花越，他这一切建立的一个前提就是房地产又健康良性发展。健康良性发展什么意思？就是土地又能卖得出，但是这个有多难？韭菜的收入不提高，你土地怎么可能卖得出去呢？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